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做的菜是泰式柠檬鱼。首先，我们来准备调料。我们把鱼所有的内脏都拿掉，然后清洗干净。因为鱼比较厚，所以我们要把刀切伸到鱼刺，让味道进入鱼肉里面。等水开之后，我们拿去蒸16到18分钟。我们准备柠檬酱料、我们来尝尝味道，如果觉得淡，我们就加点鱼露。17分钟后，鱼就熟了，然后撒上香菜，盖上锅盖20到30秒，让香菜散发出香味。把鱼从锅中拿出来，浇上柠檬酱汁。把汤洒在鱼身上，让味道进入鱼肉里面去。泰式柠檬鱼就做好了，谢谢大家观看。